来乡亲啊，这个立法院划买搬厝已经划几啊年咯，这毋是咧划算的哦。立法院长游锡堃今仔日来宣布，要开始落去评估迁徙的新所在，伊会亲身到可能搬徙的地点去拜会着县市政府。整个国会办公场所、委员研究室、会议室散乱各处，导致议事运作效能没有办法做非常好的发挥。针对立法院迁改建地点的建议，总共有15个地方，台北市的辖区有5个地方。好，来讲这个新地点有不少位拢伫咧台北市，游锡堃是定明仔载要来拜会着台北市政府，但是市长郭文摕当咧居家隔离，所以郭文摕真有可能会用视讯的方式来参加会议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